到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初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雄竹。先开始来关心美国的黑人弗洛伊德和白人警察在暗棍下暴溃死亡，引起全美国的示威抗议。这个白人警察伫头拄出庭，法院以125万美金予伊交保，大约是新台币3700万。若同一个时间，伫弗洛伊德的故乡德州的休斯顿，家属替伊举办上尾一场追思会，嘛开放民众去追思，了后伊会待伫伊的妈妈边啊。大家排队照顺序入去教堂，被警方压制身亡的美国非洲的男子弗洛伊德，总算回到伊的家乡休斯顿。追思会自当地时间初8钟头开始，到下昼6点，几多千人来致意。Just heartbroken. Kind of lost for words here. And it's just amazing to see all the support, and we just trying to come together for our brother. Oh, his death wasn't in vain. Like, you know, he definitely started a movement that it was about time. 追思会赞同之全教堂是弗洛伊德系列追思会最终站。最高早起，肃立壮烈了，弗洛伊德会带伫伊母亲的旁边啊。涉嫌暗棍造成弗洛伊德死亡被特职的白人警察小文，做陪第一遍以远端方式出庭，伊穿犯人衫，双手扣手铐，被控二级谋杀加二级过失杀人罪，上悬会当判40年。法庭开出125万美金的保释金，那小文遵守包括禁止离开明尼苏达州、禁止接触弗洛伊德家属，提高有情这条等条件，就让伊卡给保释金100万美金交保。美国真侪所在拢发生反种族歧视游行，民众的诉求转向要求改革警察加司法体制。虽然气氛有较和平，不过也是发生一寡失事的事件。伫西雅图就一个27岁查甫人开车向规定人撞过去，要人讲严重杀伤民众，好加再被警方逮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朝鲜半岛局势各起变化，北韩的官方媒体今仔日透早发出公布，讲南韩放任脱离北韩的脱北者伫两边的边境分团单，所以今仔日中昼开始，北韩要切断两边的通信网络。佮讲两韩伫谈判桌顶头已经无啥好讲啊。两韩的局势变化，进前两边有讲和，有设一个联络的办公室，结果昨早起，北韩是头一摆拒绝南韩敲过来电话，两边的关系变紧张。暗过昨下晡，北韩就已经有照常接南韩的电话啊。若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在主持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的时，拢无讲到南韩的议题。加上北韩宣布要切断两边的通信，即马朝鲜半岛的局势会安怎变化，嘛引起国际关心。来关心全球武汉肺炎病例已经超过7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0万人。俄罗斯是目前病例数第3高的国家，不过俄罗斯的总理昨是宣布要放零边境的管制。那英国为着要避免第2波的疫情反复，宣布对昨开始所有入境英国的人拢要先自我隔离14天。不过这是引起航空界不满。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英国目前累计病例数约29万，伫全世界排第4。英国政府为了要避免发生第2波疫情，顶个月宣布自初8开始，凡是入境的旅客，包括英国籍的国民，拢要自我隔离14天。对此，英国航空界表达强烈不满，三大航空公司讲要采取法律行动。We're hoping to launch a legal action later on today, challenging this irrational, ineffective, and unimplementable quarantine. One, because it has no scientific basis for it at all. Two, it's not a quarantine because you allow people arriving at airports to go onto the London Underground transport. 自初8开始入境英国的旅客，除了爱自我隔离14天，也爱写健康声明加联络资料。若无配合，会罚1000英镑。英国卫生大臣韩考克讲，这项新规定是因为本土病例减少，因过来自国外患者比例增加。航空业者讲，安尼做会甲英国的经济捂堵。Well, the biggest concern, of course, is that nobody is flying, and if nobody is flying, then that really holds back the UK economy. Because, as you know, it's passenger planes from Heathrow that carries 40% of the UK's exports. 俄罗斯的病例数47万6000多例，全世界排第3。总理米舒斯金最被宣布，邦上已经实施2个月的边境封锁。
Подписано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оторое 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гражданам России выехать из страны, чтобы позаботиться о больных родственниках, проживающих в дру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а также для тех, кто едет на работу или учебу. 秘书司警也宣布，外籍人士若需要伫咧俄罗斯接受治疗，或者是有需要照顾的亲人住伫咧俄罗斯，也当入境。另外，新加坡为了要应应疫情，针对国会大选公布新的安全措施，除了分散选民的投票时间，和选民伫咧指定的2点钟内投票，投票站也自880个增加到1100个，和投票民众较分散。记者综合报道。 昨日6月7日，全台湾已经大解禁。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咱民众嘛是共款爱有8成以上的人继续挂喙罨，安尼咱才有才调保持即卖的防疫成果。若准未来开放边境，外国人可能爱全面做体检。啊，若目前全世界上界安全的国家拢总有15个，咱台湾嘛包括在内。 武汉肺炎继续伫咧全球咧滚价，不过部分的国家疫情是有较长号。台大公卫学院公布上新全球的解禁指数，目前全球解禁指数比0.1搁较细的国家，代表复原的状况真好，会当解禁。包括台湾、越南、纽西兰、文莱等等，拢总15个国家。因若台湾伫咧全球186个国家当中是排第8。目前我们的指数大概是0.05了哈，那。 在全世界国家来的186个国家里面，大概排第8名，因为境外隔绝的关系哈。目前台湾境内已经解禁，只要维持社交距离，就会当免挂喙罨。不过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民众挂喙罨遵守规范的程度，爱维持伫咧8成以上，才有目前防疫的效果。若是拢无挂喙罨，就要一直锁国，等到疫苗出来。若未来边境解禁，外国人就要体检是阴性，才会当入境。 外国人将来要开放进到台湾的时候，我们是会要求都有 PCR 阴性的证明，我们才会让他进来。另外，香港上新的研究显示，2003年捌感染过 SARS 的患者，血清检测的结果，并无法度对武汉肺炎产生保护的能力。也就是讲，就算感染过 SARS， 未来也是有可能会去患到武汉肺炎。这些 SARS 的 COVID-19 有可能产生交叉反应，可是它并没有保护的作用。 学者提醒，伫咧疫苗甲药啊还未上市之前，民众要是爱接洗手、挂喙罨，保持好的卫生习惯。若国际真有名的医学期刊《刺格尖》上新的研究嘛证实，社交距离久好较远的，会当降低武汉肺炎感染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方面豆豆往北边耍，雨水无遐高啊。咱来看云图，今日咱台湾附近的水汽无昨昏遐尼济，已经有较减淡薄啊。啊，毋过伫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嘛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侪云。爱细日过到了后的山区会有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比昨也搁较热淡薄啊，各地高温大约是32度到34度。 啊，那明仔载开始，太平洋的高压会继续增强，了后天气就袂受黄山雨方面的影响啊。等于是进入标准热人的天气啊。过到了后有西北风，啊，那7月份开始嘛要进入风台的季节。昨因为方面瓦紧加上西北风，咱台湾中南部昨有9个县市上大雨，有的所在落雨嘛落出灾情。 雨是变甲真紧真快，短短20分钟的时间，中华花大白沙川中原路水是下袂离，车路积水，车唔敢冒险通过转环头。我只靠穿越讲的早嘛，咱去。后车地头卖折条的地头的，无内面去上甲其他的。这话就要很急啊，很急啊，啊，这么贵拢太掉呀。无啦，有就遮遮大啊，比较白沙口好遐。嘿嘿嘿。 啊是排水管无够流吼，无够流。而且伫彰化市区强港河嘛造成真侪所在积水，想要登去厝内，敢会当撩水。高雄市中山四路侧边下晡嘛上大雨，2点30分左右，落大雨佮透大风，路边的树仔倒落来，当场缀着3个骑机车的人，啊，佮一个汽车驾驶，造成因轻伤，送病医疗，好佳哉无要紧。就因为一阵强风刮来了，树木就倾倒。 往那个机车道就倒下，3位女骑士就经过，那刚好被路树压到。车到好天了，得恢复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美国伫年底要选总统，美国总统川普要拼连任，也毋过防质疑讲，伊想看清武汉肺炎的疫情，而且最近佫鼓励警察动手镇压示威的民众。伊的政党共和党陆续有人跳出来反对川普连任。非洲的前国务卿鲍尔甚至表明讲，年底伊要甲票投予川普的对手拜登。来看《自由时报》，英国有议员要求政府甲参与中国对外宣传的中国留学生退学，卖互因留伫英国读册。因为英国即卖外国的留学生1/3拢是中国学生，所以英国有议员嘛建议讲，爱加鼓励其他的国家，亲像是印度这款民主国家的学生去英国做留学生。来看《联合报》。财政部即马是公布5月份出口的规模有270亿美金，年减1%，已经连续3个月倒立。毋过强调讲，在阮距离未接触到的电子产品，连倒有2位数的成长。传统产业的产品外销的成绩同款是无啥好。若受疫情影响，财政部是讲6月份全球的贸易起草嘛无好。咱过来，即摆疫情稳定，大解封啊！大家的镇南宫嘛宣布讲，今年的绕境活动伫6月11要举行，而且强调讲会遵守防疫规定。大家镇南宫初八早起11点正式对外宣布，大家嘛入境会为6月11暗时11点开始准时起驾。因答应人数会控制伫1000人以下，嘛尽量甲签名登记做好，而且取消大型的聚会，嘛减少软桥骹等等的活动。另外嘛要求信徒爱保持社交距离。新历就是咱即摆这6月11，就是即礼拜，拜4啊11点就要来起驾，千几道的汽车宴，咱今年嘛取消。包括伫新港祝寿大殿，咱该大家自由参拜就好。信徒听到3天了后，大家嘛起驾入境的消息，是真欢喜嘛惊一条。不过因认为讲，庙这边应该是已经准备好势，应该嘛会甲防护的措施做好。我是有点讶异啦，因为我是还不知道，大家一起共餐吧。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稍微要注意一下比较好。大家嘛入境要是维持9天8暝的行程，会经过4个关，拜访100外间的庙宇，而且伫咧出发进前，会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咨询专业的建议。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宗教活动会以内政部的规定，区域性1000人做标准。另外，同款是因为疫情冻点的苗栗拱天宫、白沙屯妈祖入境的活动，庙方认为讲，入境聚会人数要控制1000人以下，伤过困难。不过信徒要是希望讲会当顺利入境。我们动辄都是好几万嘛，所以说我也希望政府明确的指示，最好是在这2个月内，最慢农历8月，我们是会续办这一次的活动。台湾伫咧初7宣布解禁，大家镇南宫就随宣布11要起驾入境。其他的宫庙有的搁伫咧观察，有的是发声讲，请主管单位爱甲规则定好明确，互入境的活动有一个标准甲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南美洲的国家巴西过去1个月疫情滚价，也毋过因的总统波索纳罗无顾公共卫生专家的建议，坚持要量早开放经济活动，嘛呛声讲要学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那巴西卫生部嘛甲网络顶头病例数的统计全部拢汰掉，嘛讲未来敢若会公布国内一日有加偌济新的病例。美国总统川普伫顶个月底宣布要退出 WHO， 互人叫做历代川普的巴西总统波索纳罗也讲要退出。Os Estados Unidos saiu do OMS, a gente estuda no futuro, ou a OMS trabalha sem o viés ideológico, ou nós vamos estar fora também. Não precisamos de gente lá de fora. 波索纳罗放话是因为 WHO 建议巴西莫伤早解封，可以起性地讲每一个国家状况无同，巴西爱照顾弱势者的生存环境。央国媒体讲，巴西自去年就停止捐款，这么国欠 WHO 3300万美金的会费。波索纳罗放话加长工，巴西卫生部就甲官网顶国内各地疫情的资讯拢提掉。即个拿出每天新增加的确诊数、死亡的人数、加恢复健康的人数，看袂到已经超过69万的累计确诊人数，一个37000多人死亡的数字。波索纳罗讲，本来统计方式无法度反映实际状况。This triggered a reaction, a quite strong pushback from the council representing the secretaries of health in the states, and they said that this was unacceptable and that this was
making political hay out of a serious public health crisis. 专家甲人民拢无接受这种讲法，真侪民众伫咧揣测踮街头抗议波索纳罗防疫做无好，也响应全世界反种族歧视的示威，有布条画口号，甲波索纳罗的人行下倒掉。A gente está falando de isolamento que não funcionou nas favelas e nas periferias, então a gente está fadado à morte de corona, de fome ou de tiro. 同一天要听波索纳罗的民众游行。 E eu acredito nessa liberdade da gente poder dar a nossa opinião, a gente apoiar esse presidente que está fazendo alguma coisa pelo povo. A gente quer trabalhar. Essa questão do Covid já deu. 波索纳罗伫咧揣测甲支持者见面时阵，共款也无挂嘴烟，对外界批评拢无咧信道。记者综合报道。 这波疫情，互真侪店头经营甲真艰苦，也未等到经济恢复，就已经先关门。所以这个时阵，更较需要互相扶持、斗帮衬。亲像伫南韩，就厝头家做伙推出好厝头家的运动，主动降厝税。 本来正闹热的街仔路，怎么拢无半人？受疫情影响，南韩民众较少出门做阵食饭，一寡较细间的店收入减少，可能等袂到经济复苏就收起来。既然无收入，那你看是毋是法度自减少支出做起？有厝主就自发性推出好厝头家运动，降租金，减轻业者压力。 I've decided to lower the rent by 10% for 3 months for all 5 small businesses in the building. I hope this can help the small businesses recover and overcome this COVID-19 crisis. 经济到广州市就以厝头家决定，予伊所有的厝价数落来3个月租金拢拍9折。好厝头家运动其实自2月时阵是伫咧泉州市真有名的观光景点和乌村的厝头家开始，尾下首尔南大门市场也开始做。We need small merchants in order to survive. That means as landlords, it's our responsibility to take care of them. 当初发生疫情的大秋，当地西门市场要厝头家愿意降租金，或者是市场无营业时阵就无收租金。厝头家愿意斗3工，南韩政府也有超过100个地方政府愿意提供减税优惠。 We're planning to provide a 50% reduction in national taxes or regional taxes for the landlord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movement, in the hope that this could help the movement spread. 韩国中小企业銀行自2月開始，甲因旗下建築物的租金調降30%，怎麼國家減租的做法延長3個月。 We came up with these measures hoping we could help ease the problems small businesses have from declining sales caused by the COVID-19 outbreak. 厝卡趁錢，厝頭家才有收入。這邊的疫情也意外，互厝頭家政府甲銀行徛做伙，希望會當幫助中小企業渡過難關。記者綜合報道。 中國對抗疫情的專家鄭南山，伊是表示講，目前中國有6種預防車，正在做臨床的試驗，上緊在今年的秋天就會當用。 中國公布初次新增加4個人確診武漢肺炎，毋過攏是經過移植，而且捌喺5月中發生本土群組感染的吉林省吉林市，最近宣布上尾2個確診患者出院，確診病例結束，疫情看起來轉好。毋過為咗預防病毒閣一解壓起來，中國科學專家鄭南山表示，相關疫苗在秋冬可能會使使用。還是要靠一個大規模的疫苗接種。當然，今年底呢，有可能有一部分呢是可以能夠。 進行這個應急的使用的。中國官方嘛趕緊推送肺炎病毒核酸體檢，要求8種重點人群來體檢，包括確診者、密切接觸者、境外入境者、發燒患者等等。若是中國的另外一項挑戰，就喺重新啟動經濟。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前日來表出，中國有6億人口，一個月收入無甲人民幣1000塊，所以嘛鼓勵世界的人拜大做生意。國家現在正在大力發展這個地攤經濟嘛，對於我們這些上班族來說，也借助咱這個平台，就想着自己也可以有一些額外的收入。毋過，就喺李克強發表談話10天了後，中國官方媒體全面把這個事提掉，北京市閣宣布加強插針擾亂使用的違法行為，和外界認為講是軍變甲李克強的鬥爭閣出現。對於習近平主張的這個達到小康社會要扶貧滅貧，這個的確是一個很大的諷刺啊。丁書桓分析，習近平認為拜大經濟會損壞中國強權的形象，嘛不滿李克強甲國內經濟狀況特別講出來。即馬這個階段，習近平雖然有真大權力，毋過全面壓迫民眾推動的拜大經濟，可能會變作以後影響習近平政權的突破口。記者綜合報道。
就由出口国家组织 OPEC 同意甲历史性的减产协议延长到7月底，不过国际油价却开始在起价。另外，日本昨有公布第一季的经济成长是虚累累，继续在衰退。日本财报公布第一季经济成长数据比顶一季萎缩0.6%，换算年成长率第一季 GDP 负2.2%，比顶个月初高达的3.4%较好。这主要原因是企业设备投资意外强大，也毋过有关难度，连续2年负成长，行至2015年以来头一摆技术性的衰退。日本民间预测，新冠病毒疫情对经济活动的打击，伫4到6月犹原继续。本季 GDP 年率恐惊创下比雷曼风暴金融海啸时期负17.8%也搁较差的纪录。众议院全体议会初八一度开始审理2020年度第二次追加预算，以应对疫情的冲击。预算直接至最终也突破纪录的31.9条日票，预计这礼拜通过。东京都江东区的丰州鱼市场，2月29起就因为防疫取消一半民众进场，一直到初八才恢复部分参观活动。入口有红挂线机器、测量体温，也隔离市场相关人士甲民众的动线，并且控制人数。场内素食店内吧台甲人客坐回设置透明的塑胶帘啊，师傅拢挂嘴暗，防疫优先。マスクして前パーテーションもあるとオーダーのやり取りなんかもちょっとやりづらい面はあるんですけどね、安全安心っていうものを一番に考えて。丰州市场新的参观时间为早起9点到下昼2点，比疫情前缩短7点钟。上受欢迎的欧昂村拍卖也未决定什么时阵恢复参观。就由输出国组织甲民国初6同期，将4月达成的历史性减产协议延长到7月底，加上各国陆续放宽经济封锁，需求增加，国际油价起。初八布兰特原油期货甲西德州的中级原油，拢达到3月初6以来新高。前几个月真俗的油价吸引全球上大原油进口国中国买家进货，5月份采购量创下日平均1130万桶的历史新高，同比增加19.2%。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国内政治最分明来关心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罢免掉，昨伊去议长柯坤元的灵堂念香致意。针对市长补选的问题，民进党内即马有人叫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出来选，陈其迈本人又转去高雄参加活动，不过针对补选并无加讲啥。参加第24届疫情应变会议，这是高雄市长韩国瑜任内最后一届，以指挥官的身份来主持。韩国瑜强调讲，全球的疫情也是真严重，目前要是依次一级开设，防疫优先，后手交予新的团队来判断。从政府运作的团队来看，正好下礼拜要交接，所以今天是第24次的应变会议，也就是上半场的防疫会议，我们已经这个团队跟市民朋友一起把它打完了。今天也要交出这张成绩单。韩国瑜把防疫的工作交出去，无替家己拍分数。因若罢免通过了后，上班的第一天，互韩国瑜上届挂心的是，一个罢免同时间过身的高雄市议长柯坤元，两个人伫咧2018年市长选战期间建立真深的交情。透早灵堂开放外界念香，韩国瑜带领市府局处的首长两届去致意。所有好朋友，所有高雄市民，永远追思。韩国瑜和高雄市民以93万9000多票罢免，今麦等待中选会公告解职，接落来高雄市长会进行补选。不过因为受到柯坤元过身的冲击，那也是无要讲补选的代志，干那以处理议长的后事为主。高雄本来是个善良淳朴的城市，却在政党故意的操弄下，造成社会强大的对立与仇恨。徐议长感到痛心疾首。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希望能够换回社会的良知。也若去互看做民进党补选人选的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早起转去高雄参加第一届国家海洋日的活动。针对敢要参加补选，或者是直接代理市长，伊是无加讲啥。我想不管是任何人的参选或者是任何的补选，那我相信都必须是对于故乡高雄有热爱那对于整个市政的选手也都非常的娴熟了解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高雄市民共同的一些期待。陈其迈表示，高雄市民已经做出新的决定，希望重新搁出发，也希望过去2月的争议会当赶紧结束。在这过程当中，嘛讲到爱赶紧处理的高雄市政，对补选虽然无表态，不过已经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我们这边。国民党这边，国民党的主席江启臣，才上任无偌久，就拄到高雄市长韩国瑜互罢免，高雄市议长柯坤元嘛过身。江启臣伫国民党内的主管汇报，伊批评民进党，要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总统爱出面约束民进党内的人。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亲自主持扩大主管汇报，面对上任后的修正失利，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通过，再加上高雄市议长柯坤元伫同一天过身，国民党内气氛落低。会议前先率领党认为柯坤元默哀，面对柯坤元死，网络上出现不少人消费的文章，江启臣批评民进党爱党主席蔡英文总统出面约束，严正的呼吁民进党的党主席蔡英文。约束你自己的参政统治，约束你自己的网络侧翼。政治可以激烈的竞争，但是不可以竞争到没有人气。总统府也发表声明，不应该以此消费过身的人，也呼吁无论各党派支持者，拢应该保持理性。罢韩过了后，国民党无伤济时间悲伤，再加上党内大同会议员陈鸿忠表明退党，开出第一枪。江启臣积极进行后一步，对党内旧后开同志呛声，讲离开也好，因为刷落来，国民党要应对更较大的挑战。高雄市长的补选这一战未当退休。昨天在高雄，我有机会跟韩市长见面磋商，也听取他的意见。我们也紧急召开内部主管的谈话会，我们持续锁定适合的人选。这一次的市长补选是本党继续关怀经营高雄的重要支点。像是适合竞选，外界一直有，国考有风声讲，不排除由江启臣亲自出马，也无国民党澄清，保持可行的选项方案中，会以更较弹性的方式考虑整体布局。这礼拜3的中常会，江启臣邀请所有中常会甲党部主管同齐到高雄，听高雄在地心声。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互罢免掉，即马嘛有网友发起报复性的罢免，亲像要罢免台中的立委陈柏惟、高雄的立委刘世芳，也佫有时代力量的议员黄捷，而且也佫有民进党的议员王浩宇，也佫有梁文杰，而且罢免黄捷的人数嘛已经通过第1阶段。国民党桃园市议员詹江春大力劝家人表达伊不满，高雄市长韩国瑜去互罢免，甲议长柯坤元伫同一天过身。民进党桃园市议员王浩宇第一时间煞伫人民册写挺韩国瑜，议长柯坤元暗时过身，互网友是真生气。咱若詹江春是招民众去王浩宇的服务处劝家人拿金纸要讨公道。针对这点，王浩宇紧急宣布服务处休困1天。韩国瑜支持者用人兄去现场応援，甲警方爆发衝突，互押登去警察局。那警方会保障合法集會的權利，另外對於任何挑戰公權力、違法脫序的行為，將依法就辦。詹江春了後，刷去王浩宇住的所在，現場話講要罷免王浩宇。罷免王浩宇的粉專是宣布，目標半年內要完成第1階段的人數。另外，不滿韓國瑜互罷免，網友發起報復性的罷免。第一波的名單鎖定台中市立委陳柏惟、高雄市立委劉世芳、時代力量議員黃捷、民進黨議員王浩宇、甲梁文傑。梁文傑因為發文質疑講，敢有跋真大，人民冊是一直來真濟批評的聲音，講伊是消費往成者。我沒有明確的資訊，那就立刻就揣測這樣，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於一個政治人物來講，這是不好的，所以這個部分我道歉。現在報復性的這種反撲的力量開始產生了，所以他們把我當成箭靶，是第一個他們要攻擊的對象，我是覺得很遺憾。黃捷早起去靈堂，甲柯坤元念香，離開的時陣是目屎流目屎滴。有人面冊人數的社團講，已經收到5000份，超過罷免條件第1階段的1%。黃捷認為講，這是一場考驗。若是紅山的選民認為伊文政失職，阻礙紅山的發展，伊是袂佔這個位。立委陳柏惟嘛，同款紅點名，是罷免的名單之一。伊除了展現自信，要顛倒甲韓國瑜口水。努力不要讓自己成為最後一名啊！而且在這個會期也全勤，然後在工作上該做的事情都有做，
跟这个满意度最后一名的市长不太一样啊，我对自己的存亡还蛮有自信的。为着避免冲突愈来愈严重，包括基进党的党部、WeCare 总部，拢宣布休困3天，罢免按引起对立的声音。短时间内恐惊真恶恢复。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做 AI 大厂宝成集团进前就已经决定讲，对6月份开始，要互劳工休无薪假。昨劳动部公布上新休无薪假的数字，目前咱全台湾在休无薪假的人数有加2022个人，拢总有28345个劳工在休无薪假，这是10年来上界严重的。不过咱国内旅游业即马有较好啊，休无薪假的人数有较少啊。受新冠病毒疫情冲击，替 Nike、阿迪达代工的台湾做业大厂宝成集团，当日确定6月初1开始放无薪假，影响彰化厂的2600多名员工。采配劳动部公告上新的统计，虽然无透露厂商的名单，但过伫彰化就出现4950人放无薪假。搁对照产业类别，发行各业无薪假的事业单位只增加3间，但过人数增加近3000人，拢显示宝成的状况已经呈现伫数据中。因为我们集团确实是从6月份开始启动这个减班休息嘛，对，那我们之前有经过通报，然后经过县市政府主管机关的核准。过来看全台总数，上新通报的无薪假事业单位1263间，比顶礼拜减少67间，人数来到28345人，比顶礼拜增加2022人。伫旅行社、大数餐饮等观光业，随着台湾防疫渐渐改进，通报无薪假的件数拢有明显下降。不过像位伫大稻埕的特发街商款卖酒店家主要客群，拢是港澳商马日韩游客，游玩都爱继续缩减人数开销来月经。我们的店里面是以国外观光客大概占了1半。我们本来在疫情前的话，原则上是2个正职，一位工读。那我们6日会有工读生来支援我们的销售，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把工读生这个职缺给暂停。特发商款发展促进会表示，假日的购入人数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8成，不过未少文创商店店家买的并不是民生必需品，要刺激民众提钱消费也是有难度。疫情会影响到什么时阵？敢有机会将港土人权请到倒来，也个真歹有笑。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昨昏是公布安心旅游国内旅游补助方案，对7月份要开始实施，而且这道的补助无限休困日假日买当使用。自由行每一个人每一间房间补助1000块，团体旅游是每一个人逐工补助700块。那观光游乐园是开放休困时休热期间，高中以下学生囡仔无论去耍几摆，拢算免钱。配合疫情的稳定豆豆解封，交通部宣布7月初1开始扫安心旅游国旅补助方案，补助自由行的旅客每一暗每一房1000块。伫咧补助期间，每一个人限制使用1摆。团体旅游的部分，本岛每一个人每一天奖助700块，离岛增加到1200块。国旅团若是有请合格华语导游，每一团各有其他的补助。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平假日都适用办这个国旅团的，如果你请到导游领队，让他们有工作来带每一团每日额外奖助1500元。另外，交通部考虑到进前因为疫情，真侪学校取消校外教学，还有毕业旅行，所以伫咧休热期间，高中以下学生会当无限规界免费入园。全台湾总共有22个主题游乐园参加这个方案，估计各项补助措施会投入去39亿的经费，希望会当带动638万人次出去佚佗。利润少，可能品质也差，这是过去很多人对国旅的印象。所以我要拜托业者，就是说一定要发挥你们的工协会的领导力，不要去好像这个杀鸡取卵，生意做一次，要让口碑行销。热火的情况大家尽量算嘛，防疫的是讲这口罩唔通白去捡，这2个代志做好，是台湾内底拍照拢无问题啦。交通部表示，特别邀请卫福部长陈时中出席安心旅游的记者会，就是希望会当拼出国旅的人潮。另外，因为目前边境还未开放，也有交通观光产业无法度伫咧这波国旅补助的效益内底受惠，所以交通部会搁推销纾困3点控，针对特定的业者予因补助。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对7月份到10月份要提供国内旅游补助，业者是表示讲，即马伊嘛要开始推出好康抢人客。不过嘛有业者讲，敢若是国内市场其实是有限的，也未开放边境进前，因只好想康想芳，家己找出路。
台南市这间饭店自助餐厅，规个拢是人，迎接解封了后的防疫新生活，真侪民众开始出去佚佗。上阵交通部7月份开始要推出的国旅补助商机，真侪饭店业者拢有去推出增加优惠。目前的住房率，如果像周末的话，大概都有达到90%，那平日的话，大概也有到70%左右。旅行社表示，国内旅游的热度开始甲去年同期比起来更较旺，以向西旅游激励。北京3名国旅行程分别是澎湖、花莲、垦丁，澎湖机票甲酒店的订单是比去年同期成长70%。毋过业者坦白讲，国内旅行社演过9成的业务拢是国外旅游，就算国内旅游开放，旅游业者也是爱家己找别个商机。2019年观光局的统计资料，出境旅游的这个 spending 大概是8000亿台币左右，没办法说借由国民旅游，然后让你的这个营业额迅速拉抬哦。那以雄狮去年来讲，一年的国民旅游的营业额大约在23亿左右哦。那我们预估比较保守的预估的话，在1年内应该在国民旅游的营业额数字应该可以成长3倍。我发觉呢，如果真的我们花时间在自己的故乡呢，反而真的可以发现很多秘境跟它优美之处哦。这个带团超过20档的导游等先生，即马嘛改接国旅团，家己笑讲收入当然嘛甲过去袂比值，毋过伊认为边境目前还未开放，嘛拄好是国旅转型升级的好时机。若是国内旅行社会当开发出更较有特色的国旅深度旅游，就会当请更较侪游客来。记者综合报道。毋但有旅游补助，政府嘛有进行3倍券，要互乡亲开。7月15起过，台北市是鼓励乡亲甲进行3倍券，办悠游卡、敬老卡，安尼台北市会阁加送你1000块。另外，今年新北市北龙镇的比赛并无对外开放，会改做网络直播。手拎摕真侪鲜花，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来台北花卉市场视察花卉产销，受到疫情的冲击，婚礼大型活动纷纷拢取消。台北花卉市场损失是真严重，估计今年2月到5月损失有1亿6000万遐悬。前3个月我有算过哈，整到上个月为止，差不多有1亿5000万。1亿。对，少卖，因为花量没有少嘛。那问题是价格比较低。刺激消费，黄珊珊当场就用电子支付买2000块的花，嘛因应进行3倍券，会伫7月初1就落。台北市规划加码的方案，方向是绑定悠游卡、敬老卡，除了中央补助的2000，台北市阁加码回馈1000块，嘛有甲商家推出振兴的优惠方案，要甲钱留伫咧台北市。大家其实都有悠游卡，包括老人家、学生卡，所以我们认为悠游卡应该是最方便的支付工具。那只是说他要上网去中央的规定就是电子票证要去绑定。我们比较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要让老人家还有相关有悠游卡的民众愿意绑定。不过现场的花卉支付却无悠游卡的支付功能，要安怎让年岁较大的人无买实体券，改用电子支付？黄珊珊讲，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防疫措施慢慢啊解封，龙尊比赛也是新北市头一个定定的大型活动。不过防疫措施嘛是无帮零。目前也没有开放给观众啊，所以目前我们还是一样用现场直播的方式，在龙舟竞赛的过程当中，让透过影像传播。校友义强调，今年的龙尊比赛因为防疫的关系，无开放现场看比赛，会改用网络直播。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钓鱼台的主权争议，即马又搁出现。中国有4只海警船入去钓鱼台，那日本的 Okinawa 是伫今仔日要表决讲，敢要甲钓鱼台的自治改条。宜兰县政府甲宜兰县议员是大声抗议。宜兰县长林祖苗阁邀请总统蔡英文做伙去钓鱼台宣示主权。近来钓鱼台主权争议搁起，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初八早起10点，4只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台列屿巴巴西海峡，日本海上保警部队提出警告，强调这是中国海警船伫今年第10摆入侵钓鱼台领海。中国海警是讲，中国海警1302蓝艇编队伫中国钓鱼岛领海内行驶。初五，Okinawa接管市议会更加将进行表决，将钓鱼台行政区自治由田野社改为田野社占据。对此，宜兰县府甲县议会大动作抗议。
大声话吊起台是宜兰的30多位宜兰县议员，也大声门牌写着头城镇吊起台路1号，为了反制日本招关市议会，单方面表决改名。宜兰县议会也采取行动，由宜兰县议员蔡文义提案，将吊起台改名。头城吊起台县长林志苗讲，将顶台挂门牌宣示主权，也要邀请蔡总统同齐登岛。钓鱼台呢，是我们宜兰头城的管辖，也是中华民国的土地。要叫总统同齐来登岛无？有啊，你希望？总统啦，有时间嘛是吼，我嘛希望伊来啊。今天我在宜兰县议会提案要把那个钓鱼台改名为头城钓鱼台。我们不排除要在召集所有的渔民，我们要去这个护渔护主权的行动。提出文件证明吊起台的地政登记属于宜兰县头城镇大溪里。宜兰县议员蔡文义表示，这项改名头城吊起台提案已经得到宜兰县议会9成议员同意，提案入入议会议程，决议后将本交予县政府送来接驳改名。吊起台教育协会也将伫册交到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抗议日本单方面表决改名吊起台。记者综合报道。抓风车甲立功剧团伫新北市八里的布景甲道具的工厂发生火烧，剧团即马是决定讲要靠家己的力量重建，所以暂时无买募款。毋过即马已经有基隆市、新北市甲桃园市的一手表达意愿，希望会当协助因重建。车拉透早一场大火，予抓风车甲立功剧团累积近30年的道具布景全拢烧了，损失达到5000多万。伫疫情期间无收入，阁拄着大火，剧团有关决定暂时无主动设立专户来款募，希望以家己的力量重建，阁为囡仔徛起来。那道具的话，可能要再做好几百个。那布景的部分的东西，我们就一个一个做，靠一场一场的演出，然后把我们这些失去的这些资源的东西，一个一个让它恢复。疫情期间，剧团特别成立抓风车番号之线顶剧团，其中一节以外楼船布景道具工厂无受害前的影像，工厂将要选择原地还是另外所在中建的。基隆市议员张富汉再去接顺市长林佑昌时，建议市府会当提供正平期间安装处，还是要在私人等空间开放给抓风车进驻。我们地方政府能不能透过我们善意的手来把我们的空间提供给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剧团来做使用？是不是干脆纸风车就干脆整个搬来基隆？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当然是乐观其成。抓风车团长任建成表示，即马首要工作是赶紧恢复演出，并且赶在道区。除了基隆市目前也受到新北市长侯友宜甲桃园市长郑文灿的关心，伊非常的感谢。有关需要做更加详细评估，才会当确定未来重建的地点。记者综合报道。伫火场拍火的时，灭火器真重要。毋过即马有做灭火器的业者是指控讲，消防署核准打实的打粉灭火器内底有致癌的物质，所以害一个做20多档的员工得着拿喉癌。这个代志，消防署即马是回应表示讲，已经要求厂商把资料填开，嘛要重新来检视消防检验的制度。这几摆打粉灭火器准备要出货，本来应该是救人救命的重要关键，怎么互工会指控？市面上每年76万支由消防署核准的打粉灭火器，内面拢有致癌物质二氧化锡。它二氧化锡在世界卫生组织 IARC 有公告，它是一个1级致癌物的危险。然而，我们现在有消防认可所通过的冈本灭火器，普遍都添加了含二氧化锡。若像大这消防的原始标签，就是检验合格打粉灭火器。不过对工会来讲，完全无及格，因认为标示内容无清楚，也无控管二氧化锡含量，造成一位伫咧灭火器工厂装粉超过20档的员工，敢若是长期吸致癌物质，得着脑癌。二氧化锡是有毒的物品呢，当然会担心啊，所以我们都戴着口罩在工作。主成分磷酸二氢含70% 以上的标示，那另外30% 的附属添加物，也就是二氧化锡以及所有的添加物，并没有秀在这上面，所以导致很多消费者他并不知道，也并不清楚里面魔鬼藏在细节里面有藏这样子的危害物。
消防署讲，看欧盟、美国甲日本等国家的灭火器规定，拢无禁止使用二氧化铯，人体就要长期接触，才有致癌的风险，民众会当安心。目前已经要求厂商要清楚标示成分的资讯，重新检讨消防检验的制度，希望莫有隐形伤害，互员工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月底的5日节连续假期要到位啊！代替是宣布讲，对6月24到29这6天会加开114班的列车来载旅客，而且是卖对号列车。那高铁嘛表示讲，考虑到5日节连续假期人真多，所以因干那嘛是会卖对号有座位的车票。先生，麻烦口罩请戴好哦，谢谢。伫咧台北车头的代替月台尾2站进前，工作人员严格控管，若是无挂喙罨，就禁止入去。这摆月台了后，大部分的旅客嘛拢有挂喙罨，车厢内底座位安排，乘客嘛拢有保持一定的冷风。代替表示会优先来卖瓦塔门的座位，若是无法度保持安全距离，也是会要求乘客挂喙罨。这个车子的利用率比较高的时候，还是会有民众坐在一起的情形。如果没有办法保持适当社交的距离之下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民众还是必须全程佩戴口罩。代替表示，虽讲6月初7了后大解封，毋过毋是全面解禁，敢若是有限度的放连管制。5日节连续假期特别来呀！代替表示，从6月24开始到29，6天加开114列次的私运列车，主要是卖对号的座位，暂时无开放客票。毋过普悠玛号、新竹共号以外，各列次当日限量120张的客票，互民众来买。我们是以总量管制，每一个班次是开放120张，会去劝导旅客不要过度集中在某一节车厢。要回去的话，通常都会提前先订票，而且现在防疫期间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措施还蛮正常的。另外，针对华东地区登去故乡的民众，代替表示，从6月7日开始到12个饭店为止，采用实名制优先订票。若是高铁表示，5日节私运期间超有29万7千人次完成订票。6月24到28期间也是会维持专车对号，暂时未开放自由座。毋过强调讲会继续观察旅运需求甲运量，调度评估增加班次。记者综合报道。嘛是甲交通有关系，为着要改善新竹科学园区在上下班尖峰时间高速公路拢会大塞车这个问题，新竹市政府向中央争取，希望甲5股到杨梅的高架桥会当顺登到苗栗的头份。伫咧今年5月份，行政院已经核定通过，若准完工了后，台北驶到新竹只要45分钟尔。国道1号高速公路5由高架延伸计划，经过新竹市向中央争取了后，前日行政院已经核定通过可行性研究，预计延伸的路段会从杨梅开始，经过湖口，还有上会塞车的竹北甲竹科，尾段会伫咧苗栗头份，后续部分会交予交通部办理综合规划。很好啊，那他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到台北了。我觉得很方便啊，因为这样子我家住在台北，然后我在新竹上班，来回就会时间更加的缩短。新竹市长林志坚指出，未来5由高架道路若是延伸到苗栗头份了后，相信会当解决目前车辆摊伫咧竹北甲竹科等等的问题。高速公路在竹北到头份这一段，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拥塞哦，所以我们希望借由五杨高架向南延伸，来解决长时间民众因为交通拥塞造成的这个不便哦。市府交通处是表示，5由高架延伸建设经费超是新台币750亿，未来完工了后，台北往回新竹预计可能需要45分钟，会当大幅度提升大新竹地区交通的机能。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中华电信已经抢大升摕到5G 的执照，希望讲7月初1会使开台。远传电信是望讲休热，因嘛要开台。毋过学者是认为讲，咱国内5G 软体应用甲技术也无啥熟手，加上若要用5G，手机啊嘛要换新，所以恐惊阁要等一段时间。台达电现场展示部分机房插件组装生产线，这是利用5G 网络的技术进行指标的运算，让机器手鼓会当真紧甲中和执行每一个动作，精准插件。对产线来讲，
几乎是一个不停线就可以继续运作的一个时代。因那微软是展示这套智慧工厂远端移运的系统，挂类似 VR 的目镜，系统用3D 模拟工厂的空间，远端监控工厂每一个所在。那过往我们要把这个3D 模型在4G 的情况下，它会 loading 比较久；用5G 的话，它瞬间就 loading 好了，快零时差。这个系统结合5G 网络技术了后，效能会提升真济，展现速度真紧，袂延迟，连接真快，这是未来智慧工厂的模样。也那这嘛是远传电信未来会透过5G 技术进入企业服务的市场。工业界在商业界，在这个企业这方面是真正有这个需要的。那5G 真的带来很多新的这些场域可以支持的。准时暑假开台，我们在选黄道吉日。顶一日中华电信大省摕到5G 开台的执照，按算7月初1开台。远传电信嘛发出号召要开台。台湾大哥大甲阿泰电信按算第3季开台，时间也未确定。也那台湾之星是拼下半年开台。学者分析，虽然各大电信业者5G下半年会小连续开台，不过一般民众消费甲应用也要等一下，因为5G 手机换手机的过渡期，恐惊要过一段时间。苹果目前还没有推出5G 手机的状态下，其实是会去影响到国内5G 手机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渗透。学者表示，5G 开台了后，企业专户会加做各大电信业者的市场，不过国内大多数的产业并无完成数位转型。5G 的技术要全面应用，恐惊敢若有特定的产业才会当受惠。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正新息，咱来看泰国伫1970年代为着要防止共产党的思想入去民间，专有成立公共卫生志工团，除了有政治的目的，嘛教全民一寡卫生知识。啊，毋过时代在改变啊，这个志工即摆伫咧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当中，正做守护民众健康的大英雄。其中，这志工内底嘛包括一个已经77岁阿嬷的人物。甲防护面罩甲安全帽啊戴好，这阿嬷车队油门一个水出发咯。伫队伍上头前的是77岁的苏林阿嬷，这阿嬷因来到泰国中部昂通府的抗议现场。ป้าจะดูแลว่าบ้านนี้มีคนมาจากต่างจังหวัดกี่คนก็จะต้องไปติดตามไปให้เขากักตัวอยู่14 วันล้างมือ先用酒精喷伫民众的双手来消毒，再来教因穿骹使用水暗，再来量下温。相关的做法，到隔壁户邻家爱重新搁做一摆。这因公司苏林甲其他志工因每工拢爱做的代志。เพราะว่าถือว่าคนในชุมชนเราเหมือนลูกหลานเหมือนคนในครอบครัวของเราถ้าเราไม่ดูแลเขาเราไม่ให้ความรู้เขาก็อาจจะไม่รู้已经做38年志工的苏林也惊去挖着病毒，不过更加烦恼的是卫教观念不足的村民。อันนี้มันก็สำคัญสำหรับประเทศเราถ้าไม่มีอสมนะครับมันก็ลำบากเราก็以村里为单位组成的公共卫生志工团是冷战时代产物，1977年开始成立，除了提供偏远地区基础健康管理，也防止共产思想进入民间。除了苏林阿嬷，泰国有上800名健康小尖兵，继续在每一个所在守护村民的健康，是这波新冠病毒疫情中的无名英雄。记者综合报道。啊，那美国这阵啊是出现淡纸巾仔之乱，因为伫好用期间卫生纸澳买大欠货，真侪民众规气改用淡纸巾仔，赶快用刷了后直接冲入去马桶，造成马桶塌掉咧。那无就是冲到下水沟了后，害这污水的处理厂是头真大，因为真恶处理。机器过渡出来这寡普普垃圾的物件，拢是淡纸巾。Just in March and April of 2020, in the heart of this pandemic, at just one wastewater pumping station, we've seen an increase of 17 tons of wipes compared to March and April of last year when we were not in a pandemic. 这么多淡纸巾是因为在咧疫情期间卫生纸欠货，美国民众拢用淡纸巾擦手、擦牙膏、擦骹装，用刷龙蛋马桶。不过淡纸巾无法度分解，若甲水管塌掉的，也互污水处理厂真头疼。It's costing us money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n our end, to install grinder pumps or to bring in more dumpsters and haul them away to landfills. 华盛顿高区卫生委员会讲，民众乱等淡纸巾的问题唔是一天两天，不过最近因为疫情变得更加严重，政府一直叫民众莫甲淡纸巾等喺马桶，也不无效，制造商的表示也是原因之一。Part of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packaging on a lot of wipes says flushable.
Well, sure, they're flushable. Your child can flush their toy down the toilet, but you shouldn't. 在过去10年，华盛顿高区卫生委员会已经开150万美金，差不多4500万台票，加装碰布来处理弹渣菌。清在弹渣菌爱怪成为打扫这两单的粪扫桶。华盛顿州第3个已经要求弹渣菌的厂商，在包装顶加注唔通单的买桶，也是全美国第一个规范弹渣菌的州。加州也考虑要立法，不过问题源头也是严重。若是习惯无改过来，这场弹渣菌之乱短期内是袂结束。 So there's 3 things that should go in the toilet: pee, poop, and paper, which is toilet paper. Keep the wipes out of the pipes. 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甲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台湾附近的水汽有比昨较减淡薄啊，啊，毋过伫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嘛是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爱4日过到了后，伫山区有短暂雷阵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4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 外岛的温度是23度到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讲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TK。我来念歌咯。即马的少年家拢听 hip hop， 台湾的 hip hop 是念歌，唔对。今仔日我要甲大家介绍的主题就是念歌。念歌汉字写做念歌，罗马字写做罗炎念。 歌哇歌，念第7调，歌第1调。念歌嘛叫做念歌，是一款传统的民间艺术。伊是念歌的艺人弹乐琴，下大弓弦伴奏，家己弹家己唱，哪弹哪唱的台湾民间歌谣。念歌的艺人，民间尊称因是歌仙，亲像陆柳仙、吴天罗。 杨秀卿拢是台湾真有名的歌仙。念歌咧用的曲调叫做歌调，概述上用的就是江湖调，像他拄仔唱的“我来念歌咯”，就是江湖调。念歌对歌仙入庙埕、地楼、广播电台、电视台四界流传。歌仙为着讨趁。 有时会互人请去卖药啊，伫庙埕念歌苦人客。念歌的歌词，有的人会甲写做细细本的歌册，互册店卖，伫民间流传。啊，歌册的内容百款，有劝人做好代志的劝世文，像劝世歌，嘛有一寡古早的心魔传说，李罗车、老东海，阁有台湾的历史故事《桂花园》。 流传几啊百年的民间故事，像预测聊天顶、社会发生的事件等等，会使讲是台湾的文化宝库。甲念歌、唱曲加减有坎坷的小义务，袂晓会弦啊，
顾光线，袂晓分吹顾吞烂。意思是咧考试，人袂晓，搁爱加善，毋捌加捌，搁爱点。另外一句俗语是：功夫到厝，要食就有。意思是讲，咱人若有一把好功夫，食清就免烦恼。是咧鼓励人爱有家己的专长，后摆就毋惊枵死。六念歌、歌仙、乐琴、大讲弦，袂晓下弦啊顾光线，袂晓分吹顾吞烂。功夫到厝，要食就有。念歌是咱台湾真重要的文化，大家会当听念歌，实在搁较侪台湾的故事。咱今仔日的大讲一个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